屬蛇嘅朋友，啱啱過去咗嘅蛇年呢，你嘅本命年已經過去咗啦。嚟到馬年呢，仲同馬呢有相合嘅條件嘅，所以今年呢，人際關係、合作關係上面呢都得以提升嘅。最重要咧就係正財上面好啦，因為有6分星，6分咧本來就係以前呢一啲官咧受朝廷俸祿嘅意思，喺呢度引申解釋咧就代表正財順利，有機會升職同加薪嘅。因為屬蛇嘅朋友今年咧有蜜月星，蜜月咧並唔係度蜜月啊，係跨越一啲陌生嘅意思，所以屬蛇嘅朋友咧今年咧無論工作啦、財運方面啦、人事方面咧，可能喺一個陌生環境上面咧要改進嘅。勇於挑戰咧，今年咧應該係會有機會喺度嘅。但係健康方面咧就擔心啦，因為有病符星喺12生肖裏面咧，病符咧就落喺屬蛇嘅人命裏邊，所以屬蛇嘅朋友咧要特別注意健康問題，多做一啲身體檢查啊，未雨綢繆咧就更加好啦。有的煞星，的煞咧係要小心舊患復發嘅，有機會一啲重點嘅痛，例如神經痛啦、關節炎啦，就特別要小心啦。有亡神星，亡神咧係有機會應付一啲生離死別嘅事，不過咧現今咧交通方便嘅，大家天各一方咧都好快相聚，又唔似以前咧咁難受嘅。但係啲小動物嘅照顧要小心啦，因為有機會咧亡神係影響到一啲離別嘅氣氛嘅。嗱，記得啦，今年咧五黃呢個災星嘅位置就喺南邊嘅。所以南咧屬火㗎，火咧就生旺呢個五黃嘅土煞，會比較嚴重嘅。如果要防止一啲意外啦，或者叫保平安咧，通常五黃位咧就盡量唔好做床頭，同時可以放金器、銀器，甚至乎安忍水咧去化解一下嘅。